头倒来国内来关心中华宏苑有一个80多岁阿嬷，骑奥多拜出门的时，去互人家饲的狗仔甲肥，佮互其他的龙洞狗冲过来，甲这阿嬷肉，害伊骑车骑到跋倒，规身躯焦焦伤，佮骨摔甲小看脑震动。即马中华县政府是表示，有人饲的狗仔无绑好势，会当开罚单；要若龙洞狗，政府会去抓了后，会甲绑起来。就奥多拜通过伫路边大数的狗仔，随着冲过去肉车。中华宏苑乡一个85岁姓曾的负责人，15骑电动大步车经过草屯路，互一阵路边的狗仔甲围攻，结果骑袂知，人和车做伙摔倒伫涂骹，好佳在经过驾驶警甲救起来。伊甲会领迄只狗，迄顶狗是只乌出来，是几号的狗吗？几号的狗？姓曾的负责人讲，先是一间民家厝，厝内狗仔一直叫，扫落来有10几只狗仔对路边冲出来甲肉。伊摔到身躯几个所在乌青，佮有小可脑震动。这功夫这。安尼哦。这样整起。这样整起啊。你整个有较少落去，阮早间买药，都个无无。个倒位？骹头有哦。个骹头有这，个这厝。中华县东风所讲，进前这个所在并无亲像这款攻击事件。经过了解，当地庄脚大多数拢是人饲的狗仔，但饲主无伫边仔嘛无锁啊绑的，会当这动保法罚3000到15000。那在乡下的饲养方式可能没有细审，那也有可能跑到公共区域来。那我们在这里要宣导，就是说这个犬只如果在这个公共场所，应该要有7岁以上的人来陪同，避免它的一个暴冲，影响到用路人或行人的安全。不过，官府嘛相信讲，目前全县这世界大数的狗仔数量差不多有9300多只，民众若是有通报，就会请清洁队甲抓，而且做节育，若无攻击性，就是原地甲放回去；若是讲有攻击性，就会甲伊收容。目前已经编列1.8亿，被中建收容中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